等你滚生笑，但即摆故事都已经打出去啊，对，你也毋是要取消，这要来用的啦。敢讲你啊，恁小要去台咧加精神？迄我真无爱了哦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迄个杜家两个兄妹啊吼，讲吼有代志要来甲你参详啦。安尼哦，紧请一下。是。哎，请。但这你的代志甲我哪有啥物关系啊？你家己甲讲就好啊。人就是歹势，讲毋才拜托你斗相共，你哪安尼的？哎，奇怪，哪有啥物歹势唔歹势？来，来过。杜小姐，你有啥物代志？你做你讲无要紧。老王话，是安尼啦。阮阿爹哦，讲要比武招亲，我感觉无啥物适当。我希望讲哦，你会当考考阮阿爹取消这个计划。那连杜姑娘你安尼讲？是啊是啊，阿爹你看，人这个表示讲，阮两个心连心啦。人阿囝伊心肝来想啥，甲我心肝想啥拢同款啦。伊嘛无希望叫别人啊，人心肝啊，敢若有我尔。哎呀，你扫到白面皮呢，连这种话你也讲会出嘴。杜姑娘，你阿爹为你安尼做，敢有啥物唔好心？佮再讲，即摆故事已经打出去啊，敢讲要取消就会用取消的想？老王话，话虽然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啊，毋过你想看觅啊，若是讲拍赢的人，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，或者是讲是一个老伙啊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对啦，老王话啊，你甲阮阿爹交情遮尔好，我相信你讲的话，伊绝对会听。才麻烦你甲阮阿爹讲一下。是啊。阿爹好啦好啦，好啦，我来杜家行一撮。我滚打南山啊，下啊面苦，我来脚踏北海啊，下啊桥梁，啊下啊桥梁。西公啊，你甲看，阮迄个主人哪安尼哈？有时安尼哦，空空敢若白痴的，啊有当时安尼才活泼的，敢若囡仔的呢。迄表示伊无心机，乐观知足，这个人心肝袂歹。西公啊，你哦若介意一个人哦，你看到伊啥，逐项要讲伊好，迄我才无爱信呢。我是要甲试探看觅啊，我是要甲创治。要创治是会用的，但是你唔通伤过分啊。你两个足过分的。哦，搁伫遮咧斗空啊，要甲伊变高人，啊，毋加遮我太巧咧，无煞去互恁创治去。哎呦，主人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我是咧讲笑的尔啦。好啦，我莫甲你计较啦，因为你是我的爱干呢，我若要爱啥就有啥对无？而且你搁要替我去度假迄个武馆遐甲讨民主转来，甲要讨民主，即摆就来去。好。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等下，侯司机啊，你袂记的一项代志。哦，什么代志？哦，我知。阮师傅一定伫搁巴肚枵，小想要食阮兜饭丸。我家也妖鬼，我甲你讲，你即马一心一意，干那想讲，赶紧要去讨回民主倒转来，对无？对啊。你叫袂记讲，恁两个小妹已经转去伫恁兜咧等你，毋知偌烦恼你的伤好啊未？你毋都爱先转去，互伊看一下安心，安尼毋才对。哎哟，我煞袂记得我还阁有两个幼气的小妹妹伫厝咧等我，安尼无我先来阮兜。啊，主人啊，啊你要转去恁兜？我咧，我毋着搁咪等迄个人啊。哎呀，免啦，即马你毋免咪啊啦。除了伊会当看到你，别人是无法度啦。要若无，就是讲你家己要现身互看，哦，迄就无话讲的咯。不过我甲你交代哈，你若要甲伊讲话，你千万爱注意哦。人若真济的所在，你尽量莫甲伊讲。要若无吼，你哭哭甲伊讲，伊哭哭应。要人无看你，有看伊细细念，毋知叫是伊笑。知啦，西公。若知就好。啊，西公另外还有代志，我先行哈。等下，师傅啊，我甲你讲啊，你即摆若无要到去阮兜吼，你爱会记哩呢。什么故事啊吼，你着去迄个做度假迄武馆遐甲探听，看有啥物消息、啥物动静无嘿。哦，啊，我连这也都爱你甲我交代，啊，我师傅让你做好。屁乱来！青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哦，阮这个师傅上高，自从拜我做徒弟了后，即摆逐项都会。主人，爱怎要转去厝？来，我包互你转去。不，爱干。喂。我即摆是一个武林的高手呢。哎呦，我穿到这当霜哦，安尼哪有像武林的高手？啊，你甲遐个变啊吼，无你嘛甲我变一丝仔较水的花穿。
哎呀，主人，你若烦恼啥吼，我一定做较到。好这小代志啦，来，主人你徛好好。嘿，好。变。主人，这阵衫吼是特别为你设计，这造型看起来足活泼的，足合你穿的哦。呀。我昨仔咧过穿迄落迄午夜50大侠。即摆武林吼当流行的这种款式啦，行，我送你转来。好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啊，等你今日还要出你支喙呢，啊，坐着才烦恼敢有效呢？无过去啊，咱出来找啦，行啦。啊，毋较早讲的啊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你莫后袂来哦，阮两个是暖流的小女子哦。阮阿兄有伫咧，我就是恁阿兄。阮阿好司机啊！你晓得，声小可有神。吼。哇，你有哥哥的味道，啊，真正是阿兄你哦。有。啊，哎呀，人咧讲吼，搞穿衫吼，就有新人啦，有影？有影搞呢？你当做恁阿兄搞？啊，是我若搞恁这两件搞好。哎呀，我这么意思讲，哦，你这新的打扮啊吼，真正哦，大帅哥。哎呦，你搁知我食了个名，要是这细汉的小妹较巧，搁知我有做帅哥，真是我的好姐妹。拜托的，听清楚，人即嘛是讲个死帅帅。好啦，我甲你讲算笑啦。哎呀，啊你即马上打好吼，身体一定较虚。我即摆入来内面吼，讲个汉字口话，互你配菜补，安尼互你补。有迄落迄人个，号做会孙娘带伤食香药啊，对食菜补的，迄袂用的啦。袂用啊？哎呀，即摆拜师学艺，毋若干那学功夫尔。我有想煞学料理。来，我讲，恁两个出外口，阿兄来料理，互恁食。有影，你到三更暝。对啦，啊你出去啊，你出去。哦你聊你阮你别交看嘿，出去啦，出去。你出去啦！我跟你讲哦，绝对袂用偷看的哦。若偷看你就。主人，哎呀，莫真惊着啦！我就甲你讲哦，不管什么时阵，我拢伫你的身躯边，我在你左右。啊，你搁知影讲我要找你，你就会晓随便出来吼。嘿，主人，啊，你即摆是想要变菜对毋对？对啦，变一桌料理啦。哎呀，这简单啦，来，你对我的动作做吼，来。咦？哦，足清楚，下你都要干。啊，讲我走就走啦。啊，有影真方法。哎，两位兄妹啊，紧来做好啊！你叫呀？哇！啊。哦，这澎湃咧，妹啊，冲啊！啊我，哦，阮这口罩吼，会散，就是拢叫这两个食倒去啦。